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塔羅占卜嘅問題技巧，點樣同埋點解可以快速提升占卜嘅準確度。好多時初學者會以為占卜師好似魔術師咁，塔羅牌好似水晶球咁，問卜者唔需要講太多，占卜師都會睇到好多現實嘅狀況。其實如果問卜者乜嘢都唔講，占卜師只能夠好概括咁講翻牌意嘅內容。比較有天分嘅占卜師可能有靈感會講到更多，但呢種情況唔一定常常出現嘅。有時占卜師自己狀態唔夠良好穩定啦，唔夠瞓或者身體唔舒服，或者問卜者能量唔好啦，好負面或者執着、懷疑或者唔肯接受之類，都會影響翻個占卜師嘅。占卜師能量會受到影響啦，準確度容易有偏差。相反，懂得使用適當嘅問題技巧，就可以好好保護自己，了解問卜者多啲，同佢哋建立良好嘅溝通同信任嘅關係。以上呢啲絕對係幫助占卜準確度更高，而且占卜師亦都唔會浪費時間同能量喺一啲唔適當嘅問題方向之上，導致自己有耗損。唔好睇小呢一點。長期嚟講，如果占卜師無法補充自己嘅能量，以後占卜嘅直覺能力都難以恢復嘅。我係 Manny，下堂見。